1980年，科學家彭加木喺死亡之海羅布泊離奇失蹤，幾十年嚟連一件衫、一個水壺都揾唔到，佢係消失咗，定係進入咗另一個時空？傳說中嘅雙魚玉佩，據講擁有複製生命嘅超自然力量。如果當時出現咗兩個彭加木，邊一個先係真嘅？更加驚人嘅講法係，呢件事竟然同2000年前嘅皇帝王莽有關。從超越時代嘅發明到離奇改革，王莽會唔會就係穿越返古代嘅彭加木？羅布泊呢個地圖上嘅大耳朵，隱藏咗太多國家級機密。雙魚玉佩、喪屍病毒，定係時空裂縫？真相可能永遠埋喺黃沙之下。你覺得彭加木去咗邊？留言話俾我知。記得訂閱我哋，探聽更多未解之謎。